轉睇下香港駐倫敦經貿辦間諜案。星期二放完長假續審，次被告魏志良被盤問嘅時候，一邊就話有預埋袁松標份報酬，一邊又解釋佢喺跨境追訴行動之中冇角色，並且再度重申被捕當日唔知點解追訴目標鄺民彬屋企門口會開咗，形容所有嘢發生得太快。由梁明康喺英國報道。星期二英國放完復活節長假，魏志良繼續接受控方盤問。不過一開庭，主控嘅目標並唔係佢，而係首先提到已故原被告 Matthew Trickett 嘅筆記，其中一行寫住 3K Bill， 即係講緊邊個標？我相信係袁松標。用嚟做咩？想俾翻少少嘢佢，禮貌，意思。我話唔使噶，但 Trickett 係都話要。Trickett 知道袁松標咩角色？唔係，因為你俾錢袁松標啊，好似俾 Coughlin 咁，當講句多謝啫。多謝咩呢？多謝佢俾個機會我哋。即係回佣？唔係，係表達謝意。單 job 嘅盈利，我係同 Trickett 對分，見預算有空間咪咁做。定係袁松標喺呢件事上有角色？佢冇任何角色。控方質疑 Trickett 同其他同黨被捕當日着住黑衫、戰術褲同埋靴，魏志良又着住類似嘅裝束，係咪打算一齊非法逮捕鄺民彬？魏志良否認，或只係想睇落專業啲。庭上有提到魏志良同當時在場嘅事務律師其中一段對話。點解你當時會出聲呢？因為佢哋真心以為入邊有人，點知入邊乜嘢動靜都冇。魏志良聲稱，本來成個行動就冇咩計劃，因為諗住鄺民彬同埋自稱債主嘅周田田份屬好友，應該會好順攤咁開門，而最後決定爆門都係兩名退休香港警察嘅主意。點解你會戴住乳膠手套？所有嘢都發生得太快，係 Trickett 遞俾我。係你開門，然後預咗其他人會入去，所以你先會戴住藍色乳膠手套。我同法庭講咗，所有嘢都發生得好快，我下意識戴咗手套，然後跟其他人入屋。係乜嘢原因令你毫不猶豫就入咗去？單位當時漆黑一片，異常安靜，唔似係屋企有個過度活躍症嘅細路。你係咪因為知道個行動非法，打算將鄺民彬帶返香港交俾香港警方，擔心留低指模，所以先戴手套？唔係。審訊星期三繼續。魏志良亦都被代表大狀覆問之下透露，已故原被告 Matthew Trickett 跟蹤羅冠聰行動一早就被軍情5處及實。魏志良供稱，2023年8月 Trickett 招募咗多名嘅下線參與跟蹤羅冠聰，包括自稱私家偵探嘅前英國陸軍。Trickett 之後向魏志良表示，個陸軍喺跟蹤行動之後被軍情5處接觸，更加被非正式警告唔好嘗試跟蹤監視羅冠聰等流亡英國嘅香港社運人士，以及切勿嘗試進行任何敏感行動。個陸軍仲將行動所有細節以及 Trickett 嘅聯絡方法交埋俾當局。華盛頓郵報舊年10月亦都曾經報道話，追訴嘅嗰班人前年一飛到倫敦就已經被監視，時間線同魏志良喺庭上講嘅吻合，相信佢哋早喺跨境追訴行動之前已經被盯上。轉睇下倫敦經貿辦國安案嘅審訊，次被告魏志良嘅指紋分析結果顯示，佢早前喺庭上作供嘅內容同控方呈交嘅新證據不符。法官原定星期四開始引導陪審團，但係今朝早開庭嘅時候宣布，因為要處理法律問題，會押後到今個月21號先至恢復審訊。李奕晨報道。星期三嘅審訊，控方喺庭上就控辯雙方同意事實，向陪審團呈交新資料，包括魏志良嘅指紋分析結果。到底係咩事呢？先回顧一下。庭上早前披露，魏志良喺2023年7月22號曾經向袁松標傳訊息，提及據稱係烏克蘭亞速營嘅成員資料，仲將個成員嘅護照相傳俾袁松標。袁松標冇耐就向香港退休警司李喬琪發訊息啦。關於烏克蘭 Azov Battalion 2015至19經常出入大陸。2019黑暴期間，佢係5個烏克蘭嚟香港策動暴亂嘅其中一份子。佢啱啱從德國去咗倫敦。唔知佢去大陸目的。2019年，
烏克蘭亞速營黑手曾經伸向香港。之後再俾埋一條大公報喺2022年3月4號嘅相關新聞連結。控方上星期盤問魏志良嗰陣，就問過佢點樣攞到對方嘅護照相。魏志良就話係因為呢個人想向佢太太租屋。佢同我老婆講話去過香港，佢以為我老婆都係黃絲，所以講晒啲嘢佢知。我老婆唔知佢底細，叫我幫手查下係咪可以租間屋俾佢，所以我有佢嘅資料，然後俾埋袁松標。所以你有佢幅相拎，然後用嚟查客，係，再俾埋袁松標。唔係，你有冇見過佢本人或者本護照？冇。幅相拎住護照隻手係邊個嚟？係我老婆嘅同事。係邊間公司嘅同事？係你公司？係我老婆公司。不過控方揾指紋專家分析，相中攞住護照嘅左手手指指紋之後，再對比魏志良嘅指紋，就發現完全吻合。咁即係話，其實係魏志良攞住張護照影相㗎。控方又話，嗰名烏克蘭嘅男人喺2023年7月22號坐英航由柏林飛到倫敦希斯路機場，而當時任職邊境部隊嘅魏志良當日啱啱好當值。控方呈交員同意事實之後，案件證供已經全部完成。法官原本星期四會開始引導陪審團作法律指示，然後控辯雙方結案陳詞。但今朝開庭嗰陣，向陪審員話，由於有法律問題仲要處理，所以決定押後引導陪審團，直到今個月21號先恢復審訊。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國安案休庭11日之後進入最後階段，法官星期二引導陪審團裁決，強調香港毫無疑問係屬於外國勢力。英國嘅國安法就係要防止有外國勢力試圖喺英國向其他國家嘅異見者施壓。又話雖然兩名被告開審前都有良好品格，但提醒要評估次被告魏志良偽造警察委任證等嘅行為會唔會影響佢證供嘅可信度。李奕晨、梁永康報道。法官提供俾陪審團嘅法律指引都以 HK 斜動 C， 即係中國香港嚟稱呼。佢先簡單介紹控辯雙方爭議嘅案情，即係控方話首被告袁松標同次被告魏志良喺英國從事影子警務工作，以及對身處英國嘅跨境追訴事主鄺民祺進行監視同脅迫等非法行為。而辯方講法就係成個指控都純屬控方誤解，兩個被告冇為外國情報機關做嘢。法官喺向陪審團解釋英國國安法 National Security Act 嘅背景，提到言論自由係英國基石之一，同其他地區截然不同之處係喺度生活嘅人只要唔超出挑動暴力等底線，甚至有權以低俗、侮辱或偏激方式抗議，形容呢一個係英國人珍視嘅生活方式。而英國嘅國安法係要制止外國勢力直接或透過代理人收集其他國家喺英國異見者嘅情報，或者試圖施壓等，過去並唔屬於犯罪嘅行徑。法官之後向陪審團講明兩名被告面對嗰3條控罪嘅定罪門檻。就住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控方舉證必須令到陪審團相信被告喺英國國安法生效之後單獨或參與進行情報收集、監視同欺騙行為，從而可能實質協助外國情報機關開展同英國相關嘅活動，以及被告知道佢嘅行為可能會造成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嘅效果。佢特別提醒陪審團，呢啲外國情報機關人員未必會係認知嘅軍情5處、6處嘅僱員，而同英國相關嘅活動係指任何針對英國、發生喺英國境內或者影響身在英國人士嘅活動，無論個當事人係咪英國公民。至於另一控罪，陪審團必須相信被告嘅禁制行為係為外國勢力進行，以及被告係咪以魯莽嘅態度從事呢啲行為。法官提醒，冇法律授權之下強行入屋就已經係法例所指嘅禁制行為，而辯方亦冇提出任何合法辯解。而魏志良被控嘅呢條控罪門檻係陪審團要相信被告案發嗰陣係以公職人員身份行事，喺並冇合理辯解之下蓄意做出失當行為或者忽視履職。法官提到，袁松標係退休警司，魏志良亦曾經喺英軍服役，之後當過差，開審之前都有良好品格。但魏志良喺審訊中被揭發曾經企圖向警隊隱瞞收入來源，
偽造警司委任證等行為。陪審團都可以基於呢啲事件去判定佢喺庭上嘅證供有幾可信，係咪誠實作供。法官又提醒陪審員判定呢啲事實係咪足以構成兩名被告嘅罪行。最終即使未有解答到嘅問題都唔重要，只要陪審團能夠判定事實並且解決爭議點，就能夠判斷被告有罪抑或冇罪。控方星期二開始結案陳詞，指兩名被告袁松標同魏志良喺被捕後冇向警方和盤托出全部情況。主控官 Duncan Atkinson 表示，兩人清楚知道警方嘅辦案手法。魏志良選擇保持緘默，以爭取時間作古仔。袁松標雖然有配合落口供，但迴避警方提問。主控官提醒陪審員留意兩人喺被捕當日破門進入女事主鄺文琪住所前，曾經有14分鐘嘅通話，但喺被捕後冇向警方交代情節，質疑兩人同孫華興等人喺嗰14分鐘嘅通話中，其實係商量最後行動方案。若果鄺文琪唔開門，就破門而入。主控官又提到，案中有多名被捕人獲釋，強調係因為英國法例所限，警方唔能夠長期拘押被捕者，但唔代表佢哋清白，而佢哋喺獲釋後亦都匆忙離開咗英國。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國安案，控方星期三完成結案陳詞，指出種種證據都反映次被告魏志良不可信。而首被告袁松標嘅參與，亦都明顯唔係為咗經貿辦嘅保安，並以獵狐行動形容跨境追訴事件，促請陪審團裁定兩人罪名成立。梁永康喺英國報道。控方第二日結案陳詞，一開波繼續向次被告魏志良發炮，話無論係佢當差時候嘅前上司喺庭上踢爆佢，自己承認企圖隱瞞收入，定係影咗被指係亞足營嘅烏克蘭人本護照，再喺庭上講大話，話係老婆個同事影，種種事例都證明魏志良並唔可信。佢係願意，亦都有能力咁樣講大話。如果唔係我哋因應被告嘅供詞，及時獲得呢啲反駁證據，佢呢啲大話就會成為你哋聽到嘅唯一說法。所以你哋可以輕易得出結論，魏志良係可以幾咁流暢，幾咁有自信，而且幾咁厚顏無恥咁講大話。你哋可以根據呢個不爭嘅事實去衡量佢所講嘅所有說話。你哋絕對有權唔信佢講嘅任何一個字。講到魏志良被控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即係佢多次挪用內政部嘅出入境資料庫，查羅冠聰、鄺文琪等人嘅資料換取報酬。主控話佢受過出入境同埋海關雙重訓練，登入內政部資料庫嘅頁面，亦有警告佢唔可以咁做。魏志良係明知故犯。魏志良堅稱自己已經將證人 Y 嘅資料分享咗俾內政部情報小組，但你哋可能到目前為止仲等緊任何呢啲證據出現，以呢種腐敗嘅方式去濫用職權，你哋可能會認為佢顯然係背叛咗公眾信任，而呢種行為係破壞咗公眾對政府資料庫完整性嘅信心。到關於首被告袁松標喺案中嘅角色，控方指佢一方面聲稱被捕後第一次落口供嘅時候唔記得講埋自己係負責經貿辦嘅保安工作，另一方面又巧合地喺另一名退休警司馬志堅淡出嘅同時，同魏志良嘅往來開始越嚟越頻繁，再加上經貿辦實際嘅保安工作主要都唔係由魏志良名下嘅保安公司提供，令人不禁質疑佢哋嘅來往根本同經貿辦保安無關。如果魏志良乜都唔做，無論袁松標問佢乜嘢，佢都無動於衷嘅話，咁按常理推斷，袁松標一早就唔會再問。同樣地，如果魏志良主動提供啲情報係冇用嘅話，作為一個大忙人，袁松標一早就會叫魏志良唔好再煩佢，但佢並冇咁做。相反，每當袁松標想要啲乜嘢嘅時候，佢係會開口要求。而提到另兩名被告同埋其他涉案嘅人一網成擒嘅嗰場跨境追訴行動，主控話呢班人文件又帶唔齊，事主鄺文琪明明係講廣東話，但警方搜到嘅文件好多都係英文，質疑係咪事先準備定，萬一英國警方介入嘅時候攞嚟解話。加上 Matthew Trickett 同埋魏志良案發嘅時候着晒格鬥褲，一身打手裝束，目的就係令鄺文琪驚。
如果只係為咗俾4-5張紙佢，點解要勞師動眾？顯然成件事嘅重點係要威脅同恐嚇鄺文琪，要佢知佢係走唔甩，冇地方避，無處可逃，要令佢相信佢哋一定會揾到佢，令佢相信除返香港之外，根本無路可走。成場獵狐行動嘅意義就係要將佢逼入一個別無選擇嘅境地。最後控方促請陪審團裁定2名被告所有罪名成立。好似羅冠聰、劉祖迪、蒙兆達呢啲異見人士，佢哋都將呢個國家視為一個可以安全咁表達信念、反對鎮壓民主自由嘅地方。為咗彰顯我哋嘅民主同自由，呢單案嘅結果並唔係由警察或者律師去決定，而係交俾你哋呢12位代表住我哋英國社會嘅人，由你哋去判斷控方係咪已經向你哋證明呢幾位被告以及佢哋嘅同黨係企圖破壞由呢個國家所提供嘅保護、安全同埋自由。案件星期4續審，由2名被告代表大狀作結案陳詞。而代表首被告袁松標由香港政府俾錢嘅辯方大律師喺結案陳詞向陪審團表示，袁松標只係想安排好經貿辦嘅保安工作，又特別提到佢同次被告魏志良係朋友，但魏志良一開始就呃佢。李奕晨報道。仲有個零月就66歲嘅袁松標，究竟今年要喺邊度過生日呢？相信好快會有答案啦。佢代表大狀喺結案陳詞，一開始就向陪審員打溫情牌，用袁松標嘅英文名 Billy 嚟稱呼佢。佢話 Billy 本身係退休警司，財政穩健，根本唔需要做嘢，只係因為老婆嘅要求，所以先應徵倫敦經貿辦嘅招聘廣告。強調佢只係行政經理，直到2020年開始，因為要應付大量針對經貿辦嘅暴力示威，職務先出現轉變。Kaplan 認為控方喺案中提出咗大量假設，但國安法用喺呢件案並唔係適當嘅法例。針對第一項控罪協助外國情報機構，佢希望陪審員留意袁松標作為經貿辦行政經理嘅職責。而第二項控罪外國干預，Kaplan 亦促請陪審員留意有冇證據顯示有外國勢力喺事件入邊得益。至於向鄺文琪跨境追訴行動，Kaplan 強調成件事袁松標只係協助安排一場有律師在場嘅對質，並唔係強行入屋。佢引述曾經出庭作供嘅外交保護組警長 Paul Walker 嘅供詞，話證明咗倫敦警方係唔會負責所有香港官員到訪活動嘅保安，除非係特首級數先會享有近身保護。所以袁松標要揾魏志良幫手提供保安服務，亦全部有收據，唔涉及任何非法行為。仲話袁松標係有搜集資訊，但強調有正當目的㗎，而搜集到嘅資料並唔可能對外國情報機構構成實質協助，質疑控方指控毫無道理，又批評控方唔提示威嘅暴力情況，包括有人叫袁松標死全家。至於袁松標同魏志良關係，Kaplan 話佢哋係朋友，可惜魏志良一開始呃咗佢話自己係警司，而袁松標亦從來唔知魏志良原來守邊防。Kaplan 又話庭上展示咗大量2021年之前嘅短信，強調呢啲全部都同袁松標無關，佢從來冇同馬志堅聯絡。首被告袁松標嘅代表大狀完成結案陳詞，強調袁松標冇為海外情報機構行事，就算有嗰啲消息都冇造成實際幫助。又向陪審團強調袁松標正直勤力，同魏志良係兩個唔同嘅人，請陪審團裁定佢所有罪名不成立。梁明康喺英國報道。袁松標嘅代表大狀 Jonathan Kaplan 結案陳詞嘅長度同控方相若，但來來去去都係得一個重點，就係想說服陪審團所有嘢都唔係好關佢當事人事。先講佢同魏志良一齊被控嘅協助外國情報機關。Kaplan 話其實大部分魏志良 send 俾佢當事人嘅嘢都唔係由袁松標要求，而且大部分都同經貿辦外嘅示威冇關，所以對袁松標嚟講根本冇用。估計魏志良係想經貿辦俾多幾單 job 佢，所以先咁熱心。佢仲主動提到2021年9月底，袁松標少有地主動叫魏志良睇下10月1號喺中國大使館外嘅示威有咩國會議員同埋政客站台。
諗了解喺呢個國家嘅政治人物當中，邊啲係你嘅朋友，係非常正常而且有必要嘅。如果有政治人物高調現身喺示威者當中，或者出嚟講嘢，出於各種原因，了解呢一啲資訊，其實都好有用。英國國安法呢條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其中一項控罪元素係要對外國情報機關有實質協助。辯方喺呢個位講咗一個好有趣嘅睇法。目前冇證據顯示呢啲資訊有被傳返去海外嘅任何情報機構。我想指出，就算呢啲資訊真係傳咗返去外國情報機構，都絕對稱唔上有乜嘢實質協助。呢啲只係一啲閒話，係八卦，係資訊。邊個知呢啲係咪只係一啲喺出邊流傳緊、隨處可得嘅公開資料？跟住辯方就將焦點轉到去袁松標同埋李喬琪之間嘅純友誼關係。首先反駁控方話呢個做國企高層嘅退休總警司係袁松標嘅情報上線呢一個論述，話李喬琪就算當年調到去保安局之後，都唔係負責國安事宜，而且高級警官退休之後轉投私人市場好平常。Kevin 又話佢同袁松標一齊喺大陸托現金返香港等等呢啲事例，都只係反映佢哋係會互相幫助嘅前同事。之後陳詞嘅一大段篇幅，當然係講到西約克郡嗰場跨境追訴行動。辯方話佢當事人並唔知衛志良點樣部署呢一場行動，甚至連原來佢唔係警察，都係一齊俾人拉晒先至知。更指衛志良涉嫌偽造江文琪嘅銀行單據呃佢當事人。Kevin有反駁，控方結案陳詞提到喺成班人被捕前講過14分鐘嘅電話，強調班人入咗屋真係同佢當事人無關。袁松標當時係嘗試緊平息件事，佢同大家講時間已經唔早，或者應該最後想多去一次，隔住道門讀佢哋帶住嘅法律文件，然後就結束嗰日嘅行動。如果標當時喺嗰通電話入邊講，我建議你哋而家去爆門或者夾硬入去，佢就唔會去咗瞓，佢一定會繼續通住電話，或者會打電話俾佢哋問點啊，入咗去未？發生咗咩事？但事實完全唔係咁。講完嗰個電話之後呢，佢就去咗瞓覺。最後Kevin再嘗試動之以情，同陪審團講袁松標同埋衛志良係兩個唔同嘅男人。我嘅當事人標，佢係一個正直勤力嘅人，當初嚟呢度係為咗同屋企人團聚，打算享受退休生活。但係最終因為大家已經聽過原因，佢同意喺香港經貿辦接受一份佢其實唔係特別想要嘅工作，而呢份工作由2019開始變成咗一件苦差。當你要面對暴力激烈嘅示威，甚至有人叫你死全家嘅時候，呢種真係一種極大嘅煎熬。所以我向大家建議，針對標嘅兩項控罪，裁決都必須係不成立。審訊星期五休庭，下星期一由衛志良嘅代表大狀繼續結案陳詞，之後陪審團就會退庭商議裁決。次被告衛志良嘅代表大狀結案陳詞，就向陪審團描述咗一個平行時空。佢形容衛志良樂於助人、坦率正直，而稱呼示威者做曱甴其實唔係想傷害佢哋。呼籲陪審員要用另一個角度諗嘢，唔好受到控方案情影響。由李奕晨報道。身負3項控罪嘅衛志良，前2日俾控方喺庭上批評佢厚顏無恥，公然講大話。佢代表大狀結案陳詞一開始就反擊，話控方所講嘅太過煽情，提醒陪審員唔好受情緒左右判斷，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單案。話成件事可能只係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喺度互相交流，究竟係收集緊資訊定係收集情報，完全係睇啲人點樣 spin 件事。因為一旦話係收集情報，就可以變到好大件事。佢睇翻控方點名嘅英國群組，其實只係得一堆好古怪嘅網名，例如輝、咖啡，但就俾控方講成係情報機構，形容而家英國嘅國家機器對準咗衛志良同袁松標。而過去幾星期，陪審員喺證人席上見到一個受驚脆弱嘅男人點樣努力掙扎咁作供。不過事實上，庭上審訊顯示，衛志良曾經多次稱呼示威者做曱甴。佢代表大狀又話，衛志良實際上並冇諗過要傷害對方，又話香港人都會叫中國人或者藍絲做蝗蟲，
形容呢啲只不過係互相侮辱嘅言語。大狀又舉例想要證明衛志良嘅為人，例如其中一個一家5口移英尋求庇護嘅港人家庭，因為曾經燒國旗而擔心返香港風險。衛志良同其他人講起呢個個案嗰陣，就話段片冇影到事主，相信佢哋冇被捕風險，認為咁樣反映到衛志良係唔想對方受到任何牽連，所以陪審員應該考慮衛志良所收集嘅資訊係幫緊女記者 Jessie 報導獨家新聞。佢又舉出馬志堅曾經要求接觸一啲較具知名度嘅抗爭者，希望要影到獨家相，講明如果影到嘅係重磅料，會願意俾錢。大狀質疑，如果係情報機構，又點解要獨家同重磅料？審訊下星期一繼續，仍然由衛志良一方結案陳詞。追光者成立半年啦，多謝你嘅支持，我哋會繼續努力。新聞有價，記得訂閱 Patreon，期待你成為我哋嘅一份子。